各位市民，我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馬喺12生肖入邊象徵住活力、奔馳同埋力量，亦都有勇往直前同埋生命力旺盛嘅吉祥寓意。丙午馬年係國家15.5規劃開局之年，我深信國家喺改革嘅路上必定會好似駿馬咁樣喺疾風入邊奔馳，勇往直前。展望馬年，香港作為內地聯通世界嘅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醫務衛生局會繼續引領住香港嘅醫療衛生界喺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入邊發揮積極嘅作用，並且會全力咁樣推動醫療改革，建設健康香港，積極融入健康中國，令香港市民生活更美好、更健康。福馬呈祥，我祝各位龍馬精神迎新歲，健康如意賀新禧。